你曉得他鑑定結果出來是輕傷2級嗎？現在還算恢復得好的是吧？年輕嘛，那年紀大的人命都沒得，早就沒了。現在帶你去做個傷情鑑定，好吧？你現在是傷到了骨深的靜脈。你知道這個輕傷2級意味着什麼不啦？就構成刑事啊，然後判幾年啊。你是涉嫌了故意傷害罪，這個是正兒八經的一個叫做犯罪前科。請問你第一個問題了，你自己平時跟你前女友相處的怎麼樣了？你對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感情了？就喜歡，反正不管過什麼節我都會給她買花，然後發紅包。過生日的話會給她買禮物，過大一點的節也會給她買禮物。你們兩個分手之後，你有沒有上門去騷擾過她了？有。分了手他不分，他就守到門口。我真的是被他搞得太煩了，知道不？我们兩個有時候晚上睡着了，他一下這個地方打進來，一個那個地方打進來，他知道你家分手分了這麼久了，就這個女的身邊的朋友都說，這個男的怎麼這個樣子，跟個狗皮膏藥的，甩都甩不掉，一無是處。一個男人活成這個樣子，你不要活了。你跟他吵架的時候有沒有什麼過激的行為？過激沒有太過激。那他跟我就聊過一個細節了。你還拿着刀去架過他的脖子啊？就衝到我家廚房，拿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，把我脖子劃傷了。談個戀愛跟談命一樣的，拿刀子都找到家裡來了。那是有一次喝多了，那是完全喝多，我根本都不曉得，斷片了。這樣子就從側面讓一個女的對你就會覺得有點害怕嘞。任何一個人他都不願意跟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在一起。那個時候身體狀況、精神狀況都不在線，發高燒39度，他都知道，他就是不管你，跟他打電話、發信息，跟他身邊朋友求他過來看一下、照顧一下我，因為我一個人住，他都沒管我，我的心已經死了，然後我就分手。上午好好的，下午就發一長串信息，就說我們分手啊什麼什麼的，啊，下午發完信息，然後晚上就坐在別人跟前在那裡喝酒。所以我就很煩他，他總是去找這個人。我說有什麼找的？他在他最需要你的時候，你反而沒有給他關心，搞得他後面就跟別個去喝酒去了。他沒喝酒，他就坐在邊上，坐在別人邊上。你說你不氣嗎？你本來毫無徵兆的就好好的。毫無徵兆的？什麼叫毫無徵兆啊？你打人就已經是一個徵兆了。